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9号。這一期咱們聊一聊李耀德。李耀德，我想很多網友恐怕已經知道了。最近幾天，全網都在傳一個神話，一個叫李耀德的自媒體博主，從重慶打了一輛出租車，沿318國道跑了2200多公里，7天直達拉薩。這個視頻一發，一共22小時，點讚就破1000萬。這個視頻也引起了西藏文旅的重視，西藏文旅立馬大手一揮，砸下50萬巨額獎金。現在這位博主忙到什麼程度呢？根據媒體報道，他凌晨3、4點才能睡，一邊洗澡還得一邊接受記者的電話採訪，連自己都沒有緩過神來。緊接着，一出經典的東方神話又上演了。李耀德宣布，除了給司機2萬，剩下的48萬全部捐出，全網瞬間沸騰高潮，無數人在評論區淚流滿面，喊着青春沒有售價，打的直奔拉薩，你替我們完成了精神出走。但是各位網友有沒有發現什麼不對勁的地方？李耀德這邊剛火啊，後面已經有一大批人盤算着怎麼打車去新疆，打車去漠河，是不是覺得這個劇情無比眼熟？前有郭有才把一個廢棄的菏澤南站變成群魔亂舞的直播修羅場，後有雞排哥、理髮師李小華、末世雞寶，每一個都是毫無徵兆的突然爆火，每一個都是人山人海的一鬨而散，最後每一個都是在一夜之間無影無蹤，留下一地雞毛。今天我就來聊一聊這種網絡現象。李耀德根本不是什麼普通人圓夢的奇蹟，更不是什麼說走就走的浪漫主義，這本質上是一場精密的、冷血的、有平台算法和資本合謀的流量绞殺戰，或者叫流量收割戰。所以今天我們就來看一看這場全民共振的荒誕大戲背後到底隱藏着怎樣的人性黑洞和技術算計。為什麼一個樸素的甚至有點粗糙的視頻能讓幾千萬人同時產生如此高強度的情緒共振？你看那個李耀德視頻，我在網上看了一點，因為都是媒體轉的，我沒有看完他整個20分鐘視頻。實際上就是一個年輕人穿四川人做飯、洗衣、洗碗，就日常那種罩衣，坐這個黃色出租車，一路上吸着氧，哭着鼻子到了布達拉宮。很多人說太治癒啦，他幹了我一輩子不敢幹的事。實際上據他自己說，他是聽到這個好像是西藏文旅有個什麼策劃，他本人在國外就趕回成都，他是成都人，趕回成都，他以前就打車去過很遠的地方，幹過這事。那這一次他一看，就再來，大概这意思就再來一回，他就開始在成都攔出租車，是重慶還是成都我都忘了，重慶好像是。他既然攔出租車，出租車不願意去，太遠了，一個說你神經病跑拉薩，車不一定行。最後好不容易談攏了一輛車，2個司機，2個出租車司機。好，他們就開着車就往拉薩去看布達拉宮。這一路上花了7天時間。那李耀德他沒有一路直播，一路拍，一路發日常，沒有，他是整個的路上他在記錄，拍了很多素材。看到了布達拉宮之後，就說他在酒店裡面花了一晚上，用手機就在那自己一個人在那剪了一個20多分鐘的一個片子，發出去了。結果這一發不要緊，突然就火了。實際上這就是我們要揭露的第一層真相。當代人看似豐富多彩、極其忙碌的物質生活背後，隱藏着一種癌症晚期的一樣的精神極度空虛，也就是隨便一個什麼東西突然一下就火了。這當然了，也說明咱們互聯網人口太多，但是這麼多人口裡面一下就讓某個東西火，它具備了基礎。這人太多，無聊的人太多，空虛、寂寞、冷。現在的年輕人每天被困在2點一線的格子間裡，996 KPI， 35歲危機，每個人的精神都像一根繃緊到極致的橡皮筋。在高度原子化的社會裡，傳統的宗族社會關係瓦解，人與人之間變成了冷冰冰的利益關係。我們沒有真正的精神寄託，沒有真正的內心錨點。現實社會中太無能為力，所以才需要在網絡上尋找精神替代品，找自己的口替，找自己的行為替。你不敢辭職去西藏，所以把李耀德當成了你要的赛博分身，在他身上投射了你對自由的全部幻想。
你对生活枯燥，所以你跑到郭有才的直播间去听那首充滿懷舊滄桑的歌，假裝自己也曾經有過轟轟烈烈的青春，厭惡了消費主義的欺騙，所以你把不辦卡、聽得懂人話、樸素的理髮師李小華捧成聖人。這種一窩蜂的狂熱，恰恰反證了集體的內心荒蕪。我們太需要一個話題、一個熱點、一個全網共同的符號，來證明自己還活着，來證明自己還喘氣，來認為自己還有意義，尋找意義的存在，自己存在的意義，證明自己和這個世界還有某種聯繫。如果沒有這些密集的快餐式熱點，很多人一旦安靜下來，就會被巨大的虛無感瞬間吞噬。我們不是喜歡李耀德，我們只是在用別人做的事來掩蓋自己的靈魂上的營養不良。那麼有了極度空虛的土壤，接下來現象就順理成章。國人在互联網上表現出了極強的思想盲从性，极易被蛊惑、被煽动。我們沒有自己的思考，沒有那种我自己特立獨行的一些想法和做法，我認為好的東西沒有，都是隨大流，看着別人感動。心理學大師勒龐在《烏合之眾》裡面寫道：孤立的個人具有主宰自己反應的能力，群體則缺乏這樣的能力。在當下互聯網語境裡，獨立思考已經成了一種奢侈品，大量網民甚至沒有基本的邏輯思辨能力，他們看世界的方式不是基於事實，而是基於情緒，基於共鳴。就拿李耀德捐款這件事來說，他拿了50萬，主動宣布要捐掉40萬、48萬，還有2萬給2個司機，一個人1萬。結果網上立馬出現一種微妙的聲音，覺得這筆錢他拿了就是不對，必須捐。實際上這個就陷入了一種最典型的道德綁架。而官媒、浙江宣傳等媒體直言評論說，鼓勵善行就必須讓行善者名正言順地獲得回報，規則就是規則，也不能道德綁架。但是普通網民他不在乎規則，他們只跟着情緒走。当大家都說這個好的時候，那就是神有大愛，有大愛你就不能批評，誰敢質疑一句，立馬萬軍圍攻。我就質疑一下有大愛，我那後台私信了就不堪入目，就是招来一群畜生，沒有獨立思考能力，這不容許任何質疑。說有大愛那就必須是聖人。同樣，當大家都說這個人壞的時候，那他就是惡鬼，瞬間被踩1萬隻腳，不能容忍任何為他分辨。這種極端現象，這就是我们這個網上特有的。那怎麼造就的？正因為大量這樣的人存在，所以說網上就會出現一邊倒的，一個很小的事情就能放得很大。今天看到打車去拉薩能賺50萬，大家就不動腦子高喊熱血奔赴。明天看到有人跟風出事，大家又會一擁而上怒罵平台作惡、無底線炒作。這種沒有邏輯、沒有自身思想剛硬的群體，在互聯網上就像是一群旱地上的羊，領頭羊往哪兒跑，後面的羊就閉着眼睛跟着往哪兒撞，羊群效應。這就給平台和幕後的推手提供了最完美的韭菜原料。他們深知你不需要說服一個中國人，你只需要煽動他，這些都不重要，因為這些都是井底之蛙。他在一個一個的井裡面看着天，他考慮他的不要緊。結果有了平台以後，平台通過算法把這些青蛙合到一起了。雖然他還在自己獨自的井裡面，但是他們能感受到、能聽到別的井裡面的青蛙的聲音和看法，所以他們就形成一片共鳴。他們傳遞的是一個信息：天空就這麼大。沒錯，我看到的就這麼大。大家一传十，十傳百，大家形成共鳴是吧？高呼天空就是井口那麼大，不要被別人騙。我們每個人看到就這麼大，因為它每個井底之蛙加到一起，1萬只井底青蛙加到一起，它也是井底之蛙，它不可能变成一只老鷹翱翔天空。所以說現在泥土有了，什麼叫泥土呢？就是大众的空虛，這是基礎土壤。那種子也有了，種子就是群體盲從，有了這種大眾空虛的這種土壤，又有了群體盲從的種子，那就缺施肥灌溉，催生出一朵朵畸形的流量怪花。那是誰在灌溉，誰是施肥澆水，那就是算法，冷酷无情，只認數據的平台算法。他把這個精準的推給那些心理空虛的人，
一下形成共鳴。你想，只要有10萬分之一的人对这個產生有強烈的共鳴，那麼這個平台很容易就能找到幾千萬人，這幾千萬人一下就變成幾十萬個點讚，是吧？一下就更加脫穎而出，好像顯得很多人的認可，在裹挾着其他的人。有很多人他只看量，一看這量這麼大，這麼多人都說好，那當然就是好，所以他也好，大家都跟着後面，所以形成一個傳播越來越廣，烏合之眾，盲從的人越來越多，就形成這麼一個效應。所以這就是平台算法，平台就是推手。所以說我們作為牛馬，作為韭菜，不要相信什麼真誠打動人心的童話。一條22分鐘的長視頻，沒有平台的定向流量傾斜，在如今碎片化閱讀的時代，怎麼可能在22小時內衝到1000萬點讚？這背後的推手就是平台，這背後是一套極其殘忍的算法養蠱機制。標籤捕捉如初始測試，李耀德在埃及刷到了西藏文旅的獎勵政策，回國後開始策劃。當他把視頻發出來的時候，算法捕捉到了318打的去拉薩、50萬青春沒有售價這類高熱度標籤，情緒共振如漏斗放大。算法把視頻推給第一批極度空虛、渴望精神出走的受眾。當第一批人停留時長、點讚、評論數據爆表時，算法的天平已經開始傾斜。然後在算法的加持之下，平台制造全宇宙都在看的假象。你不看你就落伍了，你 out 了，你老登了。平台為了完成自身的 KPI， 比如幫某地文旅做一波超級聲量，這地方政府都有要求的，這平台也跟地方政府合作啊，顯得自己很厲害，不但能給政府帶來麻煩，是吧？我也能帶來正能量，這個大家都明白。所以說，以此證明平台自身的造神能力，所以平台就會開啟最高級別的大水漫灌。平台它也要流量，它也要話題，它要制造這種無害的話題。這個東西一火，不至於發口罩。如果稍微有一點啟智的，或者是看完之後讓人若有所思的，那這個口罩的就要準備，很容易出問題。所以你看李耀德沒毛病，所以平台要把大量的流量要灌到這兒，在這兒產生效益，安全。他不可能給像這樣的視頻流量，那不可能，那要出事誰也擔不起責任。所以這樣的視頻只能限制流量，限制傳播。這個時候平台助紂為虐的放大器效應就體現出來了。這本來是一個極小概率的個人獵奇或者是幸運事件，但在算法的操縱下，它就變成了一個現象級的熱點。它把全網的流量漏斗全部接到李耀德一個人身上，哪怕你平時根本不愛看旅遊，系統也會瘋狂的把這套視頻塞到你臉上，造成一種全世界都在為他瘋狂，不看你就落伍了，你就不知道群體共振假象。那這導致了什麼後果呢？不明真相的網民相互呼應，以為抓住了時代的脈搏，紛紛加入跟風，以為當下就流行這個，於是無數人開始復刻打卡獵奇，整個網絡變成了超負荷的喧囂現場。但是不得不說，這個算法它也是嗜血，而且也是喜新厭舊，它的多巴胺閾值極高。大家還記得張同學嗎？張同學在4年前火的時候，那簡直一夜之間幾百萬粉絲，後來上千萬，也不知道為什麼就火了，莫名其妙，就像現在莫名其妙不見了一樣。我剛才想了很長時間，我才想起來，突然靈光一閃，他叫張同學，好像是吧？因為我腦子裡有個印象，有以前特別火的一個自媒体博主，是個现象級的，後来很多人都学他那种剪辑拍攝風格，是吧？從炕上往地上一跳，正好跳到鞋子裡面，大概這樣子了，非常火。我剛才做這個節目的時候，我就在想，有哪些曾經特別火的人突然就沒有了。現在我就想起了他，我想了很長時間，我都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姓什麼。後來我才想起了，就剛才做節目的時候，突然有回憶起来，他叫張同学。大家想一想，現在這個張同學好像是遼寧的是吧？東北的嘛，遼寧的。那現在他在幹什麼？反正我刷抖音刷不到他，那除非你搜他。這就是平台，這就是流量，他的造神，來得快去得快。他隔一段時間就造一個神，隔一段时间造一個神，就推一個出來。今天他能把李耀德捧上天，明天就能把李耀德扔進垃圾桶。一旦流量一停，
數據調低，曾經烈火噴油的現場，瞬間就會煙消雲散，留下一地雞毛。和那些跟風模仿，在路上進退兩難，甚至遭遇安全隱患的犧牲品。這個李小華理髮師現在還火嗎？網上反正我也刷不到他了。前一陣子特別火的一個叫莫氏雞堡，我也不知道那是幹什麼的，突然之間就火得不要不要的，各種媒體採訪，各種流量鋪天蓋地。現在我前2天看一個媒體報道說，莫氏雞堡門庭冷落车馬稀，門口現在一個人沒有了，早就没有了往日的那種輝煌。還有那個雞排哥，曾經火的時候，你火到什麼程度啊？但是我還做過節目，我說雞排哥這個現象很快就會過去，就會被大家忘記，甚至现在很多人已經想不起來那人叫雞排哥了。他們的生命力非常短暫，曇花一現，他們實際上都是平台流量的犧牲品。當然了，他個人那从中是有好處的。如果我們今天僅僅把目光停留在房地產或者是自媒体文旅上，那咱們還是沒有把格局打開。這種空虛人群加盲從心理加嗜血的算法，構成了一哄而上一地雞毛的流量邏輯，正在像癌細胞一樣全面反噬和重構我們社會的各個領域。你比如說實體商業與地方文旅，飲鴆止渴的潑天富貴。現在城市發展和實體商業都在得一種叫流量依賴症的病，哪個城市火了，其他文旅立馬一哄而上。我感覺現在各地壓力最大的就是文旅部門，因為老是不停的有什麼地方文旅一下火了，那別的地方的文旅他壓力就大一些，他觉得学習人家能火，你為什麼不能火？所以當地領導就會給他 KPI， 我們也得學，人家也沒花錢嗎？沒花錢就能這麼火。所以各個地方的文旅它都有 KPI， 都得去學。從最早是淄博開始，淄博一下火了之後，各個地方文旅就開始挖錢，找到自己有沒有什麼地方，怎麼樣讓這個流量火起來。所以一哄而上，抄襲模仿，甚至逼自己的官員去跳科目三。那些當官的平時坐在辦公室肚子挺着的，大家也知道，沒辦法也去擼起袖子跳科目三，搞低俗整活。哈爾濱火了，抄哈爾濱去天水學習，淄博火了，那就學燒烤。大家都在賭潑天的富貴，實際上都是一種叫江郎才盡，結果大量的資金和資源被砸進了保質期只有1周的流量熱點裡。真正的城市基礎設施、長期的產業規劃、營商環境的優化，沒人願意做。流量來得快，去得更快，喧囂過後，留給地方的是巨額的債務和一地雞毛的網紅打卡廢墟。這些流量實際上帶不來什麼，頂多能帶來一點旅遊，而旅遊這些東西是個錦上添花，它沒有辦法解決當地的更多的就業。所以你看我們說的西安大唐不夜城，只要到節假日，那是人滿為患，人山人海，鑼鼓喧天，彩旗飄展，某種对吧？接踵是吧？摩肩擦踵去接踵，但是它就是不賺錢，流量是有。科技與創業呢一樣 ，PPT 跨界如概念狂歡。看看科技圈和資本市場，前幾年的元宇宙、區塊鏈，後來的萬物皆可 AI， 一個概念出來，全網一哄而上，無數根本沒有核心技術和企業，改個名字就能容納幾個億。PPT 做的比誰都漂亮，網民們盲目跟風炒作概念股，以為自己站在了時代風口，結果潮水一退，真正解決底層卡脖子技術的公司拿不到錢。那些講故事的騙子套現離場，留下一堆爛攤子和被割的底褲都不剩的散戶。這2天最火的就是資本市場，滬市深圳交易所有一只股票叫中公教育，我沒有關注過，我也不知道它幹啥的，好像跟考研有關係。这只股票本来这很差，要退市了，因為市場行情不好，苦苦掙扎，結果有一天突然它就爆火啊，好像連着天3天就暴漲。為什麼暴漲？因為這麼一個股票它業績特別差，好像就2塊錢的這個股價，為什麼暴漲？就是因為那個帖子有點涉黃，有點擦邊。那帖子是什麼？我自己都沒看到，因為我不關心。但是我就知道這一個帖子，居然引起那麼多網友、那麼多股民追。股民追不重要，重要的是還有大量的游資，什麼這個路那個路，什麼營業部那個路的這種龍虎榜前5位的扎進去，當然被深交所立案審查，已經把相關的賬號給停了。在網上發帖的這個人也被逮到了。我想說的是什麼事？這個就是典型的一種叫收割，他提前有資金埋伏進去，
後面就開始借用平台這種，就是剛才說的這種現象，有個人發個帖子，剩下做的事情就怎麼樣利用平台的規則把這個帖子搞火，上熱搜，讓大家都能看到，是吧？萬事俱備，只欠东風。等到这個主力資金埋伏進去這隻股票之後，有人在平台上把帖子一發，後面就開始有人推波助澜，讓這個帖子上熱搜。大家一看到很多這個，你想就我剛才分析的啊，這種烏合之众，馬上就進去。中公教育它就會漲停，連着幾天上漲暴拉。等到提前埋伏進去的這些游資，人家賺得盆滿缽滿出來了，把籌碼給你，留在山頂上站崗的都是那些跟風的人。最後一查，發帖的這個人原來自己只有幾百股之類的，發現他好像很無辜，線索就斷了。而這一出在資本市場，他不是孤立，年年都有，利用這個人氣突然就炒一把。你比如說建工，上海建工也是的，你看在去年某一個月份是吧，突然拉了5個漲停，因為利用建工爷叔的人气，大家都知道主力就開始進去，這游資就開始在裡面埋伏吸籌碼，完了之後突然拉5個漲停。你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情況，你以為那個股票是不是也真的是有什麼天大的題材要怎麼樣？結果人家已經開始出貨了。就這種手法在資本市場，那就是簡直，實際上你看這個手法跟我們說的這個李耀德現象一模一樣。這種現象就應用在各個行業各個領域，收割韭菜。他利用你這種跟風盲從心理，在文化與教育方面劣幣逐良幣，速食主義，在流量算法的指揮棒下，深刻的文字沒人看了。嚴肅的思考被稱為裝，大學教授為了迎合流量，要在短視頻裡面講段子，作家寫書要看前3章能不能抓住眼球，整個社會的精神食糧變成了極度內卷，充滿毒素的15秒高潮。那些真正需要10年磨一劍的學術研究，真正的文学巨著，在流量的屠刀下被徹底邊緣化，劣幣逐良幣嘛，最後是速食主義。李耀德說，他說20年後回看這段經歷遠比50萬獎金更珍貴。這句話對他本人來說完全正確，對他來說是一個非常好的經歷，因為他在算法的狂歡裡拿到了合法的真金白銀，拿到了流量，體驗到了頂峰的滋味。但對於坐在屏幕前每天為這些賽博神話貢獻點擊量、貢獻情緒，甚至盲目跟風模仿的網友來說，10年後留下什麼呢？除了被算法榨乾的注意力和更加空虛的內心，什麼也不能留下。李耀德，我想過1個月這個名字恐怕我都不忘了，我要花很長時間才能想起来。市場不相信眼淚，算法不在乎你的靈魂。在這個被代碼和情緒精準算計的2026年，保護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拉開與熱點的距離，奪回你大腦的控制權。凡事先問幾個為什麼。當全網都在為某個人、某個事件一鬨而上的時候，我們要冷冷的往後退一步，在心裡問自己3個問題：我為什麼這麼興奮？是因為我真的熱愛，還是因為我內心太空虛、太無聊？第2個問題，我發表的評論是我自己獨立思考出來的，還是被別人蠱惑的？第3個問題就更加直白，在這場狂歡裡，到底是誰在數錢，誰在當牛馬，誰在被消費？風物長宜放眼量，別讓你的青春和生活成為平台算法裡一串微不足道的冷酷代碼。李耀德不是最後一個，也不是第一個，未來會有更多的李耀德會层出不窮，莫名其妙的凉了。我想起了以前有個人說啊，當年還没有互聯網和移动互联網，就不要說这個社交媒體了，當時還是電視和紙媒的時代，那個時候春晚的收視率非常高，是吧？我記得有個名人說的，牽一條狗在春晚上走一圈都能火。而現在這個年代的決定你在網上火不火的是那些隱藏在地下的算法，暗流湧動的算法和空虛寂寞所代表的流量，把這個流量灌到哪兒會火。實際上在網上火的狗那太多了，網紅狗很多，隨便給它的流量的狗就火了，所以它比央視的春晚還要神奇，魔力還要大。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